李廣裕議員。多謝主席。政府近年積極推動香港發展成為呢個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啦。除咗可以擴大黃金儲存能力啦，建立呢個中央清算系統同埋推動更加多嘅黃金投資產品之外呢，其實我哋應該善用呢港交所呢個平台，去伸延黃金同埋大眾商品嘅產業鏈嘅融資啦、風險管理啦同埋資產配置嘅功能嘅。另一方面呢，香港嘅 LME 認可倉庫自啟動以嚟啦，其實發展都唔錯。截至係今年3月底呢，已經有15間認可嘅倉庫，亦都顯示香港作為一個區域金屬交割中心嘅角色，亦都慢慢形成。就此呢，我希望係問港交所3條問題嘅。就係點樣可以進一步去豐富翻黃金 ETF 嘅產品種類呢？吸引更加多嘅黃金供應鏈同埋大宗商品企業嚟港上市，提升香港喺黃金產品投資同埋企業融資方面嘅功能。第二，如何評估香港 LME 認可倉庫目前嘅營運成效同埋增長趨勢？第三，我哋會唔會進一步去拓展本港 LME 倉庫嘅規模同埋功能，包括增加我哋倉庫嘅數目啦，提升我哋總倉庫嘅容量啦，擴大可以交付金屬品種，以及係結合貿易嘅融資、交割服務等嘅業務，去推動更加多嘅大眾商品相關嘅業務喺香港發展，鞏固香港作為一個區域金屬交易及大宗商品嘅服務中心嘅地位呢？多謝主席。局長。好，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嘅提問。咁我先講一啲資料同議員分享，然後交俾港交所同事作具體嘅回應。咁事實上要推動香港嗰個相關嘅資產品嘅叫做發展呢，係我哋其中一個工作重點。其實過去呢段時間都見到啲成效嘅。其實早喺2年前呢，香港已經有首個係由證監會認可可以發俾零售投資者嘅代幣化黃金投資產品。咁去到如果啱啱議員講過 ETF 啦，即係交易所買賣基金啦。事實上而家香港呢係已經有5隻嘅黃金交易所買賣黃金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喺香港係上咗市。咁佢哋呢5隻夾埋個總市值呢係超過200億港元嘅。咁而就住交易所買賣基金嗰個發展呢，見到最新包括今年呢係已經有交易所買賣基金、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呢喺香港係可以讓呢一個進行嗰個實物嘅交付喺香港度進行嗰個黃金嘅實物交付，同埋咧，我哋亦都上個月咧係見到咧已經有呢一啲黃金交易所買賣基金嘅代幣化嗰個嘅一個類別咧係推出埋嚟呢個市場嗰度，所以事實上大家見到咧呢一個黃金相關投資產品咧，我哋一直都有唔同嘅方面嘅發展，亦都係有好多嘅進程做咗。咁具體其他嘅補充細節，我交俾港交所同事回應。多謝主席。係港交所。好啊，多謝議員對於港交所嘅生態圈嘅呢個支持。咁港交所咧，其實咧就係一路都係從一個多元資產生態圈嘅發展方向啦，作為我哋嘅發展嘅路線嘅。咁頭先亦都局長亦都提到啦，就係我哋而家已經有5隻黃金嘅 ETF 啦，1隻係黃金嘅槓桿產品嘅，咁資產管理已經差唔多去到280億啦。咁一路都喺度增長嘅，咁成交額嗰度咧，亦都係大概7.4億港元嘅。咁另外咧，我哋係會繼續鼓勵啦，唔同嘅呢個發行商啦，喺香港呢邊繼續上市呢啲黃金嘅 ETF 啦。咁為咗呢個交易手數嗰邊能夠減低佢哋嘅交易成本咧，我哋一路咧都係同啲投資者啊同埋參與者度一齊保持聯絡。跟住咧係推進咧，譬如將門檻降低啦。譬如喺舊年嘅6月30號嘅時候，我哋嘅SPDR 黃金 ETF 咧嘅手數咧，其實已經由呢個5股啊降至1股啊，咁樣呢個係一個優化嘅措施。另外咧，頭先亦都提到啦，關於呢個期貨嘅情況啦。咁期貨嘅流通性咧，同埋我哋將會將個 contract 嘅衍生咧，亦都係會令到對沖嗰一方面咧係有一個benefit 嘅。咁因為對沖嗰邊咧係會令到成個即係ETF 嗰邊嘅生態圈咧，亦都係降低嗰個成本啦。咁所以咧，我哋亦都係盡量去優化呢一樣嘢嘅。咁另外集資啦，譬如公司集資嗰邊咧，我亦都會見到咧，譬如舊年咧有6間嘅資源公司喺香港上市。
咁集資都超過300億，咁佢哋嘅股票嘅表現亦都係好好嘅。咁大型交易咧，喺呢啲公司嘅大型交易咧係不斷湧現啦。我哋覺得香港咧係真係一個長期嘅集資嘅平台啊。咁所以咧，你見到今年嘅首季咧，有2間公司係香港嘅礦業公司咧，都會發行咗一個大約25億美元嘅可換股嘅債券啦 （convertible bonds） 啦。咁總體嚟講咧，我諗我哋係將整個呢個黃金嘅生態圈咧係繼續優化，令到呢個企業啊同埋 ETF 咧可以繼續多啲嚟香港上市嘅。咁另外2條我就交俾我同事阿林先生嗰邊作答。係好簡短嚇。多謝主席，多謝議員嘅提問。或者我簡單彙報一下有關於營運成效同埋增長趨勢啊。我亦都好開心彙報LME 營河倉庫咧，其實係取得一啲初步嘅成果嘅。由去年1月正式批准。唔好，我打斷你少少，即係加多5分鐘，因為其實我哋已經到咗啱啱所延遲咗15分鐘個時間段，所以再延遲多5分鐘，你可以繼續回答嚇。到舊年7月正式營運，現在已經有15個營河倉庫，同埋24,000噸。其實初嘅時候，舊年7月份係得8,000噸，咁所以其實個增長趨勢係好顯著嘅。另外，亦都我哋近年亦都推出咗幾個唔同嘅舉措啦，包括除咗建立咗實體倉庫之外咧，亦都繼續進行營運嘅優化同埋基礎設施嘅升級。積極參與行業嘅討論，包括透過大宗商品嘅委員會啦，政府設立嘅大宗商品委員會，同所有市場嘅持份者去打造一個更好嘅市場環境，進一步去拓展大宗商品呢個生態圈。多謝主席。